全教會讀經計劃路得記第3章。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對她說：女兒啊，我不該為你找個歸宿，使你享福嗎？你與波阿斯的女僕常在一處，現在波阿斯不是我們的親人嗎？看啊，他今夜將在禾場播大麥，你要沐浴抹膏，穿上外衣，下到禾場，一直到那人吃喝完了，都不要讓他認出你來。他躺下的時候，你看中他躺臥的地方，就進去牽擄他的腳，躺臥在那裏，他必告訴你所當做的事。路得說：凡你所吩咐我的，我必遵行。路得就下到禾場，照他婆婆吩咐他的一切去做。波阿斯吃喝完了，心情暢快，就去躺臥在麥堆旁邊。路得悄悄走來，牽擄他的腳，躺臥在那裏。到了半夜，那人驚醒，翻過身來，看啊，有個女子躺在他的腳旁。他就說：你是誰？路得說：我是你的使女路得，請你用你衣服的邊來遮蓋你的使女，因為你是可以贖我產業的至親。波阿斯說：女兒啊，願你蒙耶和華賜福，你後來的忠誠比先前的更美，因為無論貧富的年輕人，你都沒有跟隨。女兒啊，現在不要懼怕，凡你所說的，我必為你做，因為我城裏的百姓都知道你是個賢德的女子。現在我的確是一個可以贖你產業的至親，可是還有一個人比我更親。你今夜在這裏住宿，明早他若肯為你盡至親的本分，很好，就由他吧。倘若他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，我必為你盡上至親的本分，你只管躺到早晨。路得就在他腳旁躺到早晨，在人還無法彼此辨認的時候，就起來了。波阿斯說：不可讓人知道有女子到禾場來。他又對路得說：把你所披的外衣拿來，握緊他。他就握緊外衣。波阿斯量了6簸箕的大麥，幫路得裝上，他就進城去了。路得回到婆婆那裏，婆婆說：女兒啊，怎麼樣了？路得就把那人向他所做的一切都告訴了婆婆，又說：那人給了我這6簸箕的大麥，對我說：你不可空手回去見婆婆。婆婆說：女兒啊，等着吧，看這事結果如何，因為那人今日不辦妥這事，必不罷休。